看这个刑事局一个姓林的警官，互因兜所请的女看护甲告，讲这个女看护无甲物件退兵，就直接提去饲这个警官的老母，害因老母落屎住院。这个警官真掠讲就是因为这个看护袂晓照顾伊的阿母，才害因阿母的身体愈来愈歹。毋若甲这个看护来甲罚跪，甲扣手铐拖咧行，佮甲扇喙皮，甲掟这个颔棍。事后，这个警官真后悔，讲伊一时性地举起来无法度控制，希望会当得到社会原谅。目前刑事局已经介入调查。面青顺顺跪伫咧涂骹，讲家己是安怎互凌迟，看护的面手全部着伤，这伤痕竟然是一个警官出手解拍的。当手姓林的警官调监视器发现，看护伫咧饲妈妈的时真无耐心，互恁妈妈落屎送病院。监视器阁发现，看护无甲冰箱内底物件退冰就家吃，互妈妈才会住院。姓林的警官气甲甲查某看护铐起来，阁爱伊跪伫咧涂骹，尾仔甲扇嘴皮，阁甲呼出去。这个姓林的侦查员伫咧做刑事局，伊嘛发出声明讲，家己妈妈得着失智症8年，因为看护袂晓照顾失智症患者，对待妈妈无用心，才掠讲。什么外人煞因为疫情影响无法度换，即嘛案件已经到司法庭诉，讲希望当事人和社会会当原谅伊。这都是这个林姓我们同仁他的私底下不当的行为，虽然跟公务没有关系，但是因为触犯了法律部分。本局在获悉之后，已经主动介入调查，并且依照妨碍自由跟强制罪，移送新北地检署来侦办。并将林原先调整至内勤。两边即马当伫咧和解，不管真相安怎，做人警官知法犯法，动手共拍就是唔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